续来看蔡总统早起到新竹市参观着年底要重新开放的动物园。面对着国民党的立委来质疑，讲蔡总统动用水货、公务车等等的行政资源去顾条仔卡去走庙走选举，总统回应讲，伊是去关心地方。 参观新竹市市立动物园，总统带文甲名称动物河马乐乐拍招呼。这只32岁乐乐一天会使食60公斤的物件，先带新厝。动物园是真侪新竹人共同的基地，整修2年后，打算伫年底重新开放。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讲，总统是咧走选举。我现在还是专注在国政上面哦。那今天我们来的就是见证，就是说我们的。 市政，国民党好像也说我拜庙了哈，但是呢，我要在这里讲拜庙哦，其实是去请求神明保佑台湾平安。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的民众互动。面对高雄市长韩国瑜讲伊一天至少批10份的公文，这个总统批几份，总统嘛有话要讲。我不但有公文，还有很多的报告要看啊，所以每天总是要花一些时间。 新竹市长林志坚化身动物园的超级导览员，今日一天蔡总统嘛去拜访泽募资团队，这是台湾上有影响力之一的群众募资平台。大家看到总统来拢真欢喜，一直翕相。蔡总统嘛亲身体验，讲倒一秒都无想要起来台湾第一名床。泽为2012年成立以来，成功协助超过1000个计划，集资超过16亿。 蔡总统讲，伊的责任就是确保台湾民主多元的环境，会使互大家自由自在发挥创意。